你依家每朝一諗到要返工，你內心第一個感覺係咩？係好攰，唔想返，頂硬上，定係覺得浪費時間？如果我同你講，返工其實係世界上最划算、回報最高嘅靈魂修煉所，仲有你之所以越活越迷茫，越做越窮，就係因為你唔中意你份工。頭先嗰兩句說話唔係我諗出嚟，而係出自一個曾經帶領兩間世界500強企業，被全日本奉為經營之聖嘅超級狂人稻盛和夫講嘅。今日我哋要講嘅書就係稻盛和夫嘅神作活法。好多人都以為呢本書係寫俾大老闆睇嘅商業成功學。我話俾你聽，呢本書其實係寫俾我哋呢啲日日喺度掙扎嘅打工仔、迷惘緊嘅普通人睇嘅人生教科書。喺書入面，稻盛和夫同我哋分享佢嘅做人原則，亦即係佢嘅成功原因。聽完呢一集內容，我相信你會對返工、對人生，甚至對自己，都應該會有一個全新嘅睇法。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今集嘅內容。開始講書嘅內容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作者稻盛和夫。稻盛和夫出世喺日本鹿兒島一個普通嘅染料家庭。佢後生嘅時候並唔係一帆風順，考初中失敗，跟住感染咗當時極具傳染性、會致命嘅肺結核，佢差啲就死咗。考大學想入嘅醫學院考唔到，最後讀咗鹿兒島大學嘅應用化學。畢業又遇上經濟蕭條，寄咗無數封信，連面試機會都冇。最後經教授介紹，入咗一間全京都最差，連份糧都差啲出唔到，員工日日罷工嘅陶瓷廠松豐工業。睇到呢度，你係咪覺得佢嘅起跑線比我哋好多人仲要差？但正正因為咁，令到佢明白，既然冇退路，不如將眼前嘅事做到極致。稻盛和夫一生最傳奇嘅地方係佢喺兩個完全唔同嘅行業創辦咗兩間世界500強企業，而且喺78歲嗰陣出山拯救咗當時破產嘅日本航空。稻盛和夫喺松豐工業做到心灰意冷之後，喺27歲嗰年帶住幾個信任佢嘅伙伴，憑住大約300萬日元嘅資金，創辦咗京都陶瓷，即係現稱京瓷呢間公司。稻盛和夫喺不斷努力之下，研發出精密陶瓷材料，打破咗當時美國公司嘅壟斷情況。佢將一間原本只有28人嘅細廠，發展成全球電子零件、半導體組件嘅超級巨頭。佢間公司仲打入咗世界500強。喺經營京瓷期間，佢開創咗震驚商界嘅阿米巴經營模式。簡單嚟講，就係將大公司拆成無數個獨立核算嘅小集體阿米巴，等每一個員工都變成老闆，一齊自負盈虧。呢個模式到今日都係無數 MBA 課程必讀嘅教科書。1984年，日本政府決定開放電信市場，當時嘅電信業由國營嘅 NTT 隻手遮天。當時52歲嘅稻盛和夫覺得日本嘅長途電話費太貴，普通人根本負擔唔起。本住利他同幫助市民嘅心，佢喺完全冇通訊背景、全日本都笑佢以卵擊石嘅情況下，跨界創辦了第二電電，即係而家嘅 KDDI。結果佢成功打破 NTT 嘅壟斷，將全日本嘅電話費拉低。KDDI 隨後高速成長，成為日本第二大電信運營商，亦成為稻盛和夫創辦嘅第二間世界500強企業。2004年，佢72歲時出版咗《活法》呢本暢銷書，同大家分享佢嘅做人原則同成功原因。2010年，擁有60年歷史嘅日本航空，因為官僚主義同嚴重虧損，宣布破產。當時全日本冇人敢出手，大家都覺得邊個接邊個死。而當時嘅首相就親自邀請稻盛和夫出山。已經78歲喺佛門修行緊嘅稻盛和夫最終答應咗。佢冇帶任何員工，自己入主日航。佢去到之後做咗兩件事：第一，將高高在上嘅管理層拉去基層聽意見，徹底粉碎官僚主義；第二，用佢嘅阿米巴經營同敬天愛人哲學，重塑全體員工嘅心態。結果
只係用咗424日，大概1年多啲，就奇蹟般將日航轉虧為盈，賺咗1884億日元，創下日航歷史最高利潤紀錄。呢個利潤亦係當年全世界航空企業中嘅最高利潤。2年後，日航重新上市，成為全球商業史上最震撼嘅起死回生案例。稻盛和夫喺2022年於京都家中安詳去世，享年90歲。活法呢本書集結咗稻盛和夫對人生同成功嘅獨特見解。我整合咗3個重點俾大家，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對人生有一啲新嘅睇法同得着。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覺得，點解有啲事你明明已經好努力，但都好似冇乜結果？稻盛和夫喺書入面一開始就俾咗個好震撼嘅人生公式出嚟。佢話無論你嘅事業定係人生，最終嘅成就都可以用一個公式計出嚟。人生同工作嘅結果等於思維方式乘以熱情再乘以能力。大家留意翻，呢個公式唔係加法，而係乘法。呢條算式第一個關鍵，能力可以係0至100分。呢個好易明喎。能力即係你嘅智商、天賦或者你學到嘅專業技能。有啲人天生聰明，一出世就有90分；有啲人資質平平，可能得60分。呢個好難一步登天。第二個關鍵，熱情同樣可以係0至100分。呢個就係你嘅努力程度。一個天資得60分嘅人，如果佢付出100分嘅熱情同埋努力，佢嘅成績就有60乘100等於6000分。但如果一個天生90分嘅天才，成日偷懶、返工等放工，熱情得30分，咁佢就只得90乘30等於2700分。所以後天嘅努力絕對可以彌補先天嘅不足。第3個關鍵，思維方式，呢個數可以係-100至正100分。重點嚟，稻盛和夫話呢條人生公式入面最關鍵嘅係思維方式。因為佢嘅分數係可以有負數嘅。如果你怨天尤人、自私自利，覺得全世界都欠咗你，你嘅思維方式就係負數。就算你再聰明，能力有90分，再努力去呃人，即係熱情都有90分。只要你嘅思維方式係-50分，你條數乘埋就係-40幾萬分。根據呢條公式，負面思維嘅人越努力，就會為社會、為佢自己帶嚟越大嘅破壞。呢個公式講出咗我哋之前無為意嘅重點，思維方式。好多時我哋成日以為只要再努力啲，或者再去學多幾個新技能，人生就可以成功。但稻盛和夫話俾我哋知，正向嘅思維先係你人生最大嘅槓桿。調教好你嘅心態，你嘅思維方式，係讓人生立即改變嘅最快同最有效方法。作者話，宇宙有一股力量，呢股力量可以令萬事萬物進化、發展，變得更加美好。所以如果我哋嘅想法係同樣想令世界其他人更美好，就必然會心想事成。相反嘅想法，只想自己好，唔想其他人好嘅話，你所做嘅事都必然會自然沒落，唔會成功。講到返工，我相信10個人有9個都想射波或者躺平。大家都覺得返工係出賣靈魂同時間去換人工，收工先係真正嘅生活。但係稻盛和夫喺書入面提出一個好獨特嘅觀點，佢話工作係最有效嘅修行方式。我哋頭先提過，佢當年20幾歲入咗一間前景唔係幾好嘅陶瓷廠，一齊入職嘅同事個個都寫定求職信，準備跳槽，日日喺度怨間公司唔好。稻盛和夫本來都想走，但因為屋企窮，又冇背景，唔可以隨便就話唔做。嗰一刻佢突然醒覺，既然怨又係咁，走又走唔到，不如唔好諗咁多，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佢後來仲搬埋入實驗室，日以繼夜咁研究，每一日都好認真咁工作。好神奇喎！當佢將所有雜念拋諸腦後，當佢對住舊陶瓷日久生情嘅時候，靈感就嚟。佢竟然研發出世界級嘅新材料，救翻成間公司。
亦奠定咗佢日後創辦京瓷呢間世界500強嘅公司嘅基礎。稻盛和夫嘅工作觀，返工唔係為咗賺錢咁簡單，而係為咗磨練心性。當你極度專注去做好眼前一件微不足道嘅事，你嘅雜念就會消失。呢個狀態喺佛家叫三昧，喺現代心理學叫心流。迷戀工作，你要愛上你做緊嘅嘢。如果你話我真係好唔中意依家份工點算？稻盛和夫會好直接話你知，視工作為一個鍛煉心智嘅地方。工作係為咗得到滿足感同成功感，所以應該找一份你中意做嘅事作為工作。如果暫時未找到，都應該用呢個心態去看待現有嘅工作，專心當下，努力做事，唔好諗人工或中唔中意。任何工作，只要你能夠投入去做，一定可以喺當中找到喜歡同樂趣。大家試諗下，如果我哋日日返工都好似去死咁嘅心情，其實最難受嘅係邊個？唔係你老細，係你自己。因為你人生每日都有8至10個鐘頭喺埋怨同痛苦中度過。稻盛和夫教我哋轉變心態，將每一件交到你手上嘅工作做到極致。你唔係喺度幫老細賺錢，你係利用公司資源、公司嘅平台去磨練緊你自己嘅靈魂。稻盛和夫深信人生嘅意義在於提升心性，磨練靈魂。依家呢個社會，好多人都只注重點樣將自己嘅利益最大化，但係稻盛和夫用佢一生嘅傳奇經歷同你講，利他先至係最強大嘅商業武器，同埋最幸福嘅活法。書入面講咗一個比喻，天堂同地獄嘅分別。地獄同天堂其實硬件設備一模一樣，嗰度都有一個好大嘅鑊，煮住好香嘅麵，但每個人手上嘅筷子都有1米長，根本唔可以將食物送到入自己個口度。喺地獄嘅人，每個人都自私，一夾起面就只係想塞入自己個口，結果對筷子太長，撞嚟撞去，大家打晒交，邊個都食唔到，全部都餓到皮包骨。喺天堂嘅人，心存利他，每個人夾起碗麵，第一時間係遞去對面，你食先。對面嗰個食飽咗，又會夾翻條面餵你，結果每個人都可以食飽，皆大歡喜。呢個故事聽落好似好兒戲，但稻盛和夫一直都係用生命去實踐呢個道理。最經典嘅例子，莫過於佢喺2010年以78歲高齡，喺毫無航空業經驗嘅情況下，臨危受命去拯救破產嘅日本航空。當時佢提出2個條件：第一，唔會收人工；第二，唔帶自己京瓷嘅班底去，孤身一人入局。佢點樣救日航？佢冇用咩高深嘅財務財技，佢一去到就同全體員工講：日航存在嘅目的唔係為咗股東，亦唔係為咗政府，而係為咗全體員工嘅幸福，以及為日本國民提供安全嘅飛行。佢逐個同管理層、同空姐、同地勤食飯傾偈，將利他同敬天愛人嘅理念灌輸俾佢哋。結果日航員工上下一心，短短1年多啲，奇蹟生還，轉虧為盈，仲創下歷史最高利潤。好多人覺得利他好傻，但係你睇下稻盛和夫，佢話宇宙有一股力量會去推動利他嘅人。當你做每件事嘅出發點都係諗緊點樣對人哋好，點樣解決社會問題，你身邊嘅人、你嘅客，甚至整個世界都會過嚟幫你。自私嘅人，路越行越窄；利他嘅人，條路越行越闊。將別人嘅利益放高於自身利益之上，就係成功之道。講完3個重點，我想問大家一個稻盛和夫喺書入面問過嘅問題。當我哋臨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有啲咩係可以帶得走？你名下嘅豪宅，你銀行嘅存款，你開緊嘅靚車，你啲名錶、名貴手袋，定係你崇高嘅名譽？根本通通都帶唔走。稻盛和夫話：如果有人問我，你呢一生嚟呢個世界係為咗乜？我會毫不猶豫咁回答：我係為咗喺死嘅時候可以帶住比出世時更美好、稍為純潔一啲、高尚一啲靈魂離開。人生其實就係一個靈魂嘅修煉場。
我哋每日經歷嘅挫折、痛苦、考驗，甚至係你人生遇到嘅每一個極品，其實都係一塊磨刀石，用嚟磨練緊你嘅心智。今日聽完呢個節目，大家之後返工、返學或者面對生活嘅繁瑣事事，試下換個角度，唔好再問點解咁多嘢做，不如問我可以點樣將呢件事做好啲。唔好再計較我付出咁多有乜回報，不如去睇下我今日幫到邊個。活法其實就係生活態度，人生係隨住人嘅心態變化而改變，心態決定命運，人生由自己創造。希望今集嘅分享可以為你人生帶嚟一啲新嘅想法。如果你鍾意我今集嘅內容，記得訂閱呢個頻道，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同埋 share 俾你嗰位唔鍾意而家份工嘅朋友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